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正的第156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56天，同时也是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156天。这个中东的局势变化可以说是非常的快。比翻书的速度还快比我看新闻看报道这个速度还要快。我正准备要做节目说这个特朗普准备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伊朗也说了你要敢动我，我也要把美国炸回石器时代，双方都要把对方送进石器时代。就在这个枪已上膛，子弹已经上膛然后千钧一发之际，特朗普发了个帖子说不打了，暂停。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特朗普他发个帖子，他说美国以全面武装蓄势待发，就是子弹已上膛刺刀已经装上了，对吧？准备以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强度与力量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觉得特朗普这个信息要更新一下，这不是我批评他那毕竟年纪大了，80多岁了，你不能说二战以来，对吧？应该是俄乌战争以来，因为二战那些记录已经被俄乌战争给破了就很多记录，不能说所有的比如战场的惨烈程度、死亡伤亡比例，对吧？这种消耗、肉搏、人肉冲锋，这个无人机，对吧 ？FIB 这个几吨重的炸弹、超高音速这个导弹，这些烈度早就超过二战了。所以你老拿二战了说是有点是吧？有点跟不上趟了吧？所以特朗普应该改成俄乌战争以来，你这才能吹得过去如果比二战厉害比二战惨，那你在俄乌战争面前还是个小弟弟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可这句话尽管如此，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请求我们任何攻击行为，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达成共识该协议将包括立即全面彻底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设。对于这一请求，为了世界的未来利益，同样也为了伊朗的成功繁荣存续，我已同意取消此次攻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一项协议。以色列国与我共同做出这一承诺各位请抓紧时间，立即行动起来，把这件事办妥。感谢各位对此事的关注。特朗普很多人说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第一反应说特朗普，你发的这玩意伊朗人知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伊朗人同意这伊朗人待会儿要辟谣怎么办？说根本就没跟美国谈，这都是美国一厢情愿，那不就很尴尬吗？总体上我认为这特朗普是这吃伊朗人的亏上伊朗人的当，那是没够上了一当又一当，当的还不一样。我感觉特朗普这个上了一当又一当当的还都一样，没什么新鲜的，对不对？又是拖这个特朗普炸了13天，然后突然叫停，说军事给外交让步，那边呢，阿曼、还有维特科夫、库什纳、还有巴基斯坦、卡塔尔都在跟伊朗谈判。特朗普也是对吧？信誓旦旦说有好消息要传来，结果人家伊朗人送了他5个大巴掌，5个对吧？弹道导弹直接炸了约旦的基地。特朗普憋了很长时间说要报复，对吧？在戴维营开会传言是这个周末嘛。我也纳闷这咱们这周末马上就过完了，咱们今天周日，美国是周六晚上，你再不动手，这周末就过去了。星期一对吧？这个美国资本市场都要交易了，对不对？那你再炸也不合适从这一点上看特朗普应该是投鼠忌器，想打又下不定决心。打肯定是想打，但是他下不了决心。下不了决心的原因，对吧？那就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他导弹不够爱国者导弹不够，对吧？如果你要打了伊朗，那伊朗疯狂报复，王爷国以色列他们都受不了，美国自己恐怕也受不了。他的中东基地爱国者防空导弹有数但数量有限，万一消耗完了，那就只有挨炸的份儿。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也说美国的
爱国者防空系统不够了，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攻击弹药也不够了，对吧？什么战斧啊，什么，对吧？这些炸弹，精确制导炸弹也不够了。毕竟打了5个多月了啊，应该回去要补充弹药，回到基地啊，那些航母啊、驱逐舰呐，都要回去补库存。哎，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继续轰炸也没有什么多大意义，要么就升级啊，就是出动地面部队，你再炸，也就是边际效益没有了。哎，这也是一种说法。总之，对特朗普来说啊，确实面临两难。美军的基地倒可以机动，可以撤，对吧？可以找地方躲。但是王爷国那些油田，这个是有管道设施，办不了。朗子说了啊，对吧？谁要把我炸成石器时代，我也把这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给他送回石器时代。那大家一起回到石器时代，那全球的这个油啊。能源恐怕就涨到150、200，不一定能打得住，因为他直接就把沙特啊、阿联酋啊，对吧？这些油田给你炸了，炼油厂给你炸了。美军啊，连自己的基地保护起来都吃力啊，你哪有那个精力去保护王爷国的这些油田呢？所以王爷国很担心啊，压力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他也说了啊，为了世界经济，那恰恰伊朗人就抓住这一点，再次耍这个特朗普。所以我的节目一直说啊，我说特朗普现在恐怕就是忍吧，拖吧，克加外交，拖过这个什么呢？拖过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前，特朗普还是不想大打特打。过了中期选举，对吧？一来导弹库存也补充了差不多，二来呢，反正也这选举也结束了，对不对？集中力量迅速打垮伊朗，跟以色列联合。但是说实话啊。你要等到中期选举以后动手，这朗子也不傻，朗子也知道你中期选举以后你肯定是豁出去了，那人家就要在中期选举之前不停的搞事，打一打谈一谈，逼特朗普让步，谋取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个态势。这个我可以说啊，这就是正义联盟大哥在后面捣乱，就是哈梅内伊葬礼上派这个梅德韦杰夫去煽风点火，朗子马上啊明白过来了。所以呢，他们那些葬礼都在还没有举行完是吧？正在举行葬礼的时候，朗子就开始动手了，开始炸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阿曼南线的那些油轮山船，因为他已经明白了，对不对？你拖到越往后拖，对朗子越不利，对猫拉呀，你要拖到中期选举以后，那你只有挨揍的份儿，筹码都没了。第二个，特朗普忍啊，确实忍，投鼠忌器。对吧？自己前面说啊，给军事给外交让步，连炸13天，然后等着阿曼对吧？跟伊朗谈判结果呢？结果没有结果，伊朗人还反手给他送了5个导弹，这把特朗普给气的。但是没有办法，你得忍，气成内伤啊，那你也得忍。你看现在又开始了，对吧？军事给外交让步，因为他们谈的还差不多了。不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而且核问题也得到解决。特朗普又一次自欺欺人了。此前啊，美国、以色列被曝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潜在目标包括发电厂、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8月1日与特朗普通话，敦促美方不要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啊警告，若美国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方将对以色列以及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进行报复。随着紧张局势升级，美国驻伊拉克、约旦和阿联酋等国使馆已提醒当地美国公民保持警惕。美国国务院8月1日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其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准备。美方消息，米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或持续整个周末。不过，特朗普总统尚未下达最终行动命令。而伊朗外交部则在同日发表声明，强调决心继续抵抗。同日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告，
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草拟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打击方案也在讨论范围。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1日就是8月1号在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方面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透露伊方已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反击方案，反击目标包括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中东地区美国能源设施，随时可以启动这项方案。根据以色列12频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的空军情报部门和相关部门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原因是预计美国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一位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就潜在的打击规模或以色列是否参与首轮打击行动做出决定。这位官员称说特朗普已认为谈判是在浪费时间，并且特朗普愤怒、暴怒和沮丧。这位官员补充道，特朗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授权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但仍然不确定。所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别无选择，只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以色列官员认为，对关键设施进行精准打击可能会对伊朗的领导层和公众情绪产生重大影响。以色列估计美国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可能导致伊朗对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这将促使以色列加入行动。这个特朗普收到了一项针对伊朗战略能源基础设施精确打击计划。这个打击计划可以通过增加，就是这个打击完之后就可以增加伊朗国内的压力，削弱伊朗的政权，同时避免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重大干扰。不过特朗普他也说了周五在那个戴维营是吧，他跟记者他已经说了，他这个恢复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目的还是迫使伊朗政权重返谈判桌。那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那现在伊朗已经返回谈判桌了，那就没必要再炸了，就这意思但问题是返回谈判桌有什么用呢？卡塔尔调停方面就是卡塔尔现在这次在调停。据说周六卡塔尔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白宫特使维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力求促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一名了解会谈内情的消息人士称，谈判取得进展，但目前尚不确定这是否足以化解危机。不管他得出什么结论谈出什么结果，你记住了，这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因为你跟这个穿西装的谈完，回头那个伊朗的强硬派卫队，人家也不认，你谈回去了之后，人家照样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封锁。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他对媒体说如果伊朗能源设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将把整个波斯湾地区打回石器时代。双方大家一起手拉手回到石器时代。雷扎伊说他说他们认为在市场关闭的2天内，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市场关闭的2天内，就是周末资本市场不是休息吗？休市，他们可以给我们迅速而毁灭性的打击，并迫使伊朗屈服。他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在特朗普耳边低语的一个错觉。如果对伊朗发动攻击，我们将把整个地区及其设施打回石器时代。别干蠢事，这对你们有利。伊朗人口气不小这个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特朗普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伊朗要把整个中东带回到石器时代，玩吧。特朗普所说的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马彻底完全重新打开，回到2月28号之前，而且伊朗的核威胁也得彻底抹平。大家觉得这2个卫队能答应吗？
卫队也答应到，他这十几天挨炸不白炸了吗？脑袋接炸弹。卫队不仅不会答应啊，卫队现在正在搞事啊。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啊援引2位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近期袭击暂停的时间，与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协调，商讨扩大冲突范围，并加大对美国的施压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官员与各代理民兵武装领导人举行了线上会议，同时还派遣顾问与盟友团体一起行动。也就是这个圣城旅还派出了卫队的专家技术人员，深入的真主党还有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甚至胡塞武装，帮他们一起指挥，一起来执行后面大哥朗子的意图计划，还有援助给他们的武器。毕竟那无人机对吧，那玩意也是个技术活，还有一些导弹对不对？不是给他就会用啊。也就是伊朗的这个圣城旅也就是他们那个革命卫队他不仅给人家提供钱，还提供人，还深入的给他们一起指挥。讨论的重点是扩大协调攻击，通过在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组织网络，提高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和经济成本。近期针对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埃及地中海港口、靠近苏伊士运河的船只以及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被认为是此次协调行动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试图通过直接将伊朗高级指挥官安排到各个组织的领导委员会，来填补真主党内部领导层空缺，从而增加伊朗对其运作的影响力。也就是伊朗不仅给钱给武器，还给人，把人派到他们领导岗位上去把控，对吧？手拿把掐来统一协调，统一对美国施压。这个伊朗人说又搞掉几架F-35，我记得前2天不是搞掉3架了吗？又重创3架，摧毁3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航天航空部队8月1日上午，就是昨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目标为 F-35战斗机的维修机库及停机坪。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此次袭击共摧毁3架 F-35战斗机。这到底打了多少架 F-35这我感觉好像这个美国的 F-35又跟那个林肯号一样。现在你看朗子对林肯号算是放过了，这么长时间没找林肯号的事嘛。现在目标锁定 F-35 受点累毕竟你老是把人林肯号给怎么着了，人林肯号过2天也露面了，是不是又跑来封锁你，你不好解释35好说对吧？ F-35反正你多少架也搞不清楚，我说打掉你10架就打掉10架，你还没法自证，对吧？没法证明。当然了，美国这个动作也不断，并没有闲着首先伊朗周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什么变化呢？首先这个黎巴嫩广场电视台伊拉克分台台长他说有消息证实伊朗库尔德分离主义团体正准备从伊拉克领土发动针对伊朗的武装行动。实际上这个昨天晚上呢，伊朗也袭击了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这叫预防性打击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叫苏莱曼尼亚，他的防空系统正在拦截伊朗人的无人机和导弹，也就是双方已经干起来了而根据媒体报道说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朗分裂主义团体在从胡克和叙利亚东北部重新部署战斗人员后已开始在伊朗边境沿线挖战壕和隧道。总之现在伊朗的库尔德人非常活跃，蠢蠢欲动，很有可能他们要打头阵。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日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H-47叫支努干重型运输机已部署至中东地区，准备降落。支努干大家知道吧？一般的支努干到哪儿意味着这个地面行动就到了哪儿，因为支努干它主要是支援地面行动的利器是吧？每次地面行动都少不了支努干。美军
动用这个支努干直升机意图很明显，除了应对紧急救援外，更重要的可能是要搞一次突击行动，也就是地面突击战。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了2000名来自第82空降师的特种作战人员。知情人士透露他们最初部署在中东的意图就是对伊朗最大石油出口岛屿哈尔克岛有所行动，但后来因为局势不允许，这个行动没有进行。但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特朗普在最新的动态中明确表示，是时候完成任务了，占领哈尔戈岛，结束这场无谓的纷争，夺取石油，毫不留情。所以这个都是选项之一也就是支努干现在在中东地区活跃起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伊朗人是怎么表态的。特朗普又来了说给你几天时间，赶紧签协议，不签协议再把你送回石器时代，把你的炼油厂、发电厂、桥梁全给你炸了，一夜之间全炸掉。那伊朗人也说了，你要炸我就把中东送回石器时代。两个人飙狠话，结果旁边看客瑟瑟发抖，就是沙特卡塔尔这些王爷国，因为他们要回到石器时代，这招谁惹谁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劝和的劝和，找特朗普哭诉的哭诉，特朗普也没招但是特朗普的这个经济绞杀战还在进行也就是说特朗普他虽然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这个在摇摆，但是他封制裁伊朗，这个他没有一点点缓解，没有丝毫的这种收手，反而还在加大力度。首先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按照特朗普的指示，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如今伊朗甚至无力支付军饷。这个贝森特向特朗普汇报其所谓的经济战果，说2025年3月推进相关行动后，当年年底伊朗最大民营银行宣告破产，伊朗央行被迫大量印钞，不断推高通胀。贝森特声称如今伊朗甚至无力支付军饷。而特朗普也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图表，宣称其正在重创伊朗货币。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2026年7月期间，伊朗的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从90万里亚尔对1美元贬值到190万里亚尔对1美元。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就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高压，是吧？各种经济制裁加上军事打击，双管齐下。实际上伊朗的这些小弟也是离心离德不要看他们好像这个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实际上他们是同床异梦，大难临头各自飞。为什么这么说以胡塞武装为例前几天晚上还传胡塞武装要在红海向商船收过路费，结果现在胡塞武装出来辟谣了，说这是谣言。根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近日公开否认将向红海船只征收所谓的通行费，称相关报道完全事实，是谣言，一派胡言。与此同时，胡塞方面再次公布最新航行规则。什么规则呢？就是从曼德海峡路通过的船一律不受影响，就是你平时怎么走还怎么走，不会找你麻烦，没有任何影响。他只打特有关的船。人家说了，冤有头债有主，我就咬死沙特，凡是沙特的船那就不能从那儿过，我只打沙特，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受影响。红海和曼德海峡不会受到胡塞武装攻击，这个让伊朗人又失算了伊朗人想控制胡塞也很难，因为胡塞人家有自己的一本账，人家知道对吧？你看你的小弟真主党都已经被打残了，你能帮什么呢？你能帮什么？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对吧？那叙利亚那边已经翻天了，朗子你能解决什么呢？现在哈马斯要借债投降，那你说胡塞武装他能对吧？闷着头一心一意跟着朗子后面吗？那结局是什么？结局要么是哈马斯，要么是真主党，要么就是叙利亚，对吧？这就是下场。所以这个胡塞武装人家也很鬼就是朗子你给的钱给的武器我要，但是不必于事事听命于朗子，
亦步亦趋。而且啊，我认为胡塞武装比朗子头脑清醒得多。你别看他拖鞋军啊，人家说了，你根本就不影响世界经济啊，你该怎么走怎么走。我们打伊朗是，我们打沙特是报仇，因为沙特封锁了也门胡塞武装。也按他的说法啊，你沙特封锁也门是非人道主义，你封锁了我，我也封锁你，这叫对等反击，不干其他人的事，跟整个世界没关系。你看人家啊，那朗子在这块就失算了。所以我早就说，朗子这个6000年文明啊，实际上是小聪明，他不是大智慧。为什么呢？朗子他现在一心一意要封锁荷尔木兹海峡，他实际上是与全世界作对，除了那个俄罗斯啊，俄罗斯是愿意的，你封锁的越死越好。剩下的没有哪个国家啊支持朗子封锁荷尔木兹海峡，除了民间这个支持人多，那都是盘判，对不对？这个胡锡进老师支持，印度很多盘判也支持，那是民间啊，国家没有几个国家支持的，除了啊俄罗斯，也就是朗子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要这个管理，要封锁，实际上是得罪全球。而这个胡塞武装，人家你看看，人家说了冤有头债有主，我就跟沙特死磕啊，其他人没关系。至少这个对吧？你不招致其他国家痛恨呐、打击啊。印度在那个亚丁湾呢，还有护航舰队，你在那儿要是乱打一气，那你让印度这个护航舰队情何以堪呢？去还是不去呢？大水冲了龙王庙，哎，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对吧？你那个胡塞拖鞋军的发言人，对吧？叶海亚，你还是在印度留学的，对吧？印度石家庄军事陆军学院是不是留学的？你这不合适啊！所以从这点上看啊，胡塞比伊朗要高明啊！伊朗为了自己那个三瓜两枣的，不惜得罪全世界，而正好中了正义联盟大哥的诡计，中了他的圈套，成了他的打手。你看啊，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日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采取持续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已不可能。所以这么一看的话啊，朗子现在实际上不要看他蹦跶啊，确实他卡在这个点上，特朗普很难受，但是他也蹦跶不了多长时间了。特朗普要挨过这个中期选举是吧？他还有幻想，就是他脑子里还有执念，等他一切这个幻想破了，那就是毛拉政权的叫灭顶之灾。从这个朗子来说啊，那现在朗子基本上没有前途了，因为他没有空间了。他这个地区代理人死的死，亡的亡，交枪的交枪，对吧？奄奄一息的奄奄一息，朗子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朗子自己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怎么帮他吗？朗子现在冲在最前面啊，因为他拿脑袋接这个美帝的炸弹，本来指望着小兄弟们一起上，对不对？你不行的，你只好你就是不行，你也在边上，对吧？壮一壮声威啊，壮一壮声势，对不对？摇旗呐喊呢，结果小弟全跑了，摇旗呐喊的都没了。特朗普宣布啊，哈马斯已经同意放弃武器，解除武装。这个实际上我们简单的理解啊，就相当于梁山啊宋家招安了，一个意思啊。哈马斯通过放弃武器啊，换得免于追究这个责任，甚至他转化成什么这么一个治理组织，他就没武器了啊，变成一个政党，或者变成个什么，就是他们的成员呢，要参与到加沙地区的治理，这不就是招安吗？对吧？如果哈马斯通过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这个人招安获得这个风起因子是吧？那你说胡塞武装、真主党哪个不愿意招安呢？能混个一官半职的，还能风起因子，是不是啊？那你说朗子怎么办？小弟都被招安了。好，这个至于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和美国的谈判到底是什么个情况，恐怕很快就有结果啊。伊朗应该是否认，不承认。特朗普啊，很艰难的在拖啊，拖一天是一天，投鼠忌器啊。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